一個小故事。從前有一座元音寺，每日都有好多人去上香拜佛，香火好旺。喺廟前面嘅橫梁上面有個蜘蛛結咗一個網，由於每一日都受到香火同埋虔誠嘅拜祭，呢一個熏染，蜘蛛就有咗一啲佛性啦。經過咗千幾年嘅修煉，佢佛性增加咗唔少。忽然有一日，佛祖光臨咗元音寺，見到呢一度香火好旺，好高興。離開寺嘅時候，不經意咁抬頭望，見到橫梁上面嘅蜘蛛。佢停落嚟問蜘蛛：你同我相見總算係有緣，我嚟問你一個問題。見你修煉咗成千幾年，你有咩領悟啊？蜘蛛見到佛祖好高興，佛祖問佢：世間乜嘢先係最珍貴啊？蜘蛛諗咗一陣話：世間最珍貴嘅係得唔到同埋已經失去。佛祖點咗點頭離開咗，就咁樣又過咗1000年啦。蜘蛛依然喺嗰度。有一日佛祖又嚟咗，佢同蜘蛛講：你仲幾好啊？1000年前嗰個問題，你有咩更深嘅認識啊？蜘蛛話：我覺得世間最珍貴嘅都係得唔到同埋已失去。佛祖話：你再好好諗諗啊，我再嚟揾你。又過咗1000年，有一日颳起大風，風將一滴甘露吹到蜘蛛網上面。蜘蛛望住甘露，見到佢晶瑩透亮，好靚，頓生喜愛之意。佢每一日望住甘露都好開心，佢覺得呢一個係3000年嚟佢最開心嘅幾日。突然間颳起咗一陣大風，將甘露吹走咗。蜘蛛一下子覺得失去咗啲乜嘢，覺得好寂寞同埋難過。呢個時候佛祖又嚟啦，問蜘蛛：蜘蛛啊，呢千幾年你有冇再好好諗過呢個問題啊？世間乜嘢先係最珍貴？蜘蛛諗到嗰個甘露，佢就同佛祖講：世間最珍貴嘅係得唔到同埋已失去啊！佛祖話：好啊，既然係咁，我俾你去人間行一趟。就咁樣，蜘蛛投胎到一個做官嘅家庭，成為咗富家小姐。佢到咗16歲，成為咗一個婀娜多姿嘅少女，長得好靚。有一日，新科狀元金鹿呢個男士中試啊，皇帝決定喺後花園為佢舉行慶功宴席，嚟咗好多嘅妙齡少女，包括咗呢一隻蜘蛛，仲有皇帝嘅小公主長風公主。個狀元喺席間表演詩詞歌賦，大家都好中意佢，個個少女都神魂顛倒。但隻蜘蛛一啲都唔緊張唔呷醋，因為佢知道呢一個係佛祖俾佢嘅姻緣嚟噶。過咗一啲日子，佢陪媽媽上香拜佛嘅時候，正好金鹿都同佢媽媽一齊嚟。上完香拜過佛，兩個長者就喺度傾偈。蜘蛛同埋金鹿都喺走廊上面傾偈，蜘蛛好開心啊，終於可以同中意嘅人一齊啦。但係金鹿就冇表現任何好似對佢嘅喜愛。蜘蛛對住金鹿講：你唔記得16年前元音寺嘅蜘蛛網上面嘅事咩？金鹿好詫異話：你好靚，都好討人喜歡，但你嘅想象力係咪豐富咗啲啊？跟住就走咗啦。蜘蛛返到屋企，心諗：佛祖既然安排咗呢一場姻緣，點解唔俾金鹿記得呢件事呢？點解佢對佢一啲感覺都冇嘅？幾日之後，皇帝就下令金鹿同埋長風公主將會完婚，而隻蜘蛛呢，就係同太子知草完婚。呢個消息對於佢嚟講晴天霹靂啊！佢點都冇諗過，亦都諗唔到點解佛祖會咁對佢。幾日嚟，佢唔食唔飲，
靈魂都就嚟出殼，生命危在旦夕。太子知草知道咗，趕嚟陪喺佢床邊，對住奄奄一息嘅佢講：嗰日喺後花園種姑娘中，我對你一見鍾情，我苦求父王，佢先答應。如果你死咗，我都唔活啦。就拿起把劍準備自刎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佛祖嚟咗，佢同就嚟要出殼嘅蜘蛛嘅靈魂講：蜘蛛，你有冇諗過甘露即係甘露？係由邊個帶到你嗰度噶？係風帶嚟噶，即係長風公主啊！最後亦都係風將佢帶走。甘露係屬於長風公主嘅，佢對你不過係生命裏面嘅一段插曲。而太子之草就係當年元音寺門前嘅一棵小草，佢望咗你3000年啦，佢愛慕咗你3000年，但你從來冇低頭望過佢啊！蜘蛛，我再嚟問你，世間乜嘢先係最珍貴啊？蜘蛛聽咗呢個真相之後，好似一下子大徹大悟啦。佢同佛祖講：世間最珍貴嘅唔係得唔到同埋已失去啊，而係現在可以把握嘅幸福啊！啱啱講完，佛祖就離開，蜘蛛嘅靈魂都回味，睜開眼見到就嚟要自刎嘅太子之草。佢即刻制止佢，亦都同佢深深咁擁抱住。唔知你領唔領會到呢一句說話呢？世間最珍貴嘅唔係得唔到同已失去，而係而家可以把握嘅幸福。